哦，小米手机啊，常常显示记忆体空间不够了，要应用程式卸载，发现 LINE 占用的最多，因为利用 LINE 来网络读经啊，上课了，还有传送那个早安问候图文啊，请安啊问候图文，还有送影片，传送档案影片到 LINE Keep 了，LINE 的那个记事本。LINE 的 Keep 记事本储存的照片、影片、连接，可能声音、文字的都有。影片呢，储存90天。抖音啊，第二项抖音呢，直播以后影片也是保留90天3个月。现在问题是，如果我们删掉要使用啊，可能会有一些不方便，有一些交友的那个账户呢，资讯可能就消失了，麻烦，也不能随便乱删的。问题出现了，但是没有办法乱删。